走进叶翔的家，屋里各角落都是画，细腻刻画着农家子弟的生命缩影。我自己从小自耕农到今天，我的田就在前面。前面那一片就是那是我的田，也是你的我6灵岁感来源开始就到现在啊，我现在还是在种田啊。45岁才开始画画，叶翔说这是他自小的梦想。在田埂间耕作，在放牛时始终念念不忘。小学我在国小就时常喜欢画画了，国小毕业后我就在家里种田种到现在了，因为那时候经济很不好嘛。不是科班出身，却意外走出自己的艺术道路。如今叶翔被赞誉为农夫画家，那些他曾经历过、考究过的农村样貌，透过一幅画、一个故事，简单却打动人心。因为这是叫碗角，这个是真的生气在斗，斗鱼的尾巴是会收进去，收进去。像我每次办画展都要起收啊，搞得我自己就很累。用画作写历史，叶翔要把农村文化样貌、珍贵的回忆留给下一代。有空常来玩客家话怎么说？有喊接来了，牛喊接接來了，牛喊接接來了。